寒流到台湾，拜六早起可能剩10度。最近飞创上型乌卡一氧化碳中毒的情况增加。美国想要得到格陵兰，团讲川要分现金1人300万，希望格陵兰人同意做美国人。美国24点钟内发生2件边境执法的枪案，官方讲是为着自我防卫，民众上街头示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新闻头起上，先来看一冬以来头一阵寒流到台湾。今仔日新竹县西干那5°C，新北石碇5°5，台北港岛5°9。虽望就是出日头温度回升，不过因为辐射冷效应，拜五暗到拜六早起温度可能只有10度尔。若拜六暗时会阁有一阵冷气团来，就要等到后礼拜1温度才会回升。车到透早4点外，南投合欢山的山顶敢若零下6.8度，因为现场风真大，路面西起予风吹起来，看着真水。阁有囡仔甲涂骹的石细暝起来耍。都没有去过，都没有追过雪，想说带他们来顺便一起追雪。玉山气象站车到早起6点，嘛观测到有落雪，目前积雪已经1公分。南平大关山埡口磅坑口下晡嘛开始落雪，嘉明湖、山湖的厝顶甲树尾嘛拢去予雪砍掉咧，还阁有民众咧遐耍雪。武陵农场的陈花园看到真侪结冰未输冰条，嘛互民众看了欢喜甲。遐那宜兰的太平山虽然水气无够无落雪，不过无上的美景也是互游客感觉规个是水甲。车到毋来关山出现超级低温，全台湾平地上低温伫咧新竹关西敢若5.4度，新北石碇5.5度，台北港岛5.9度，大安森林公园敢若6.2度。气象署讲，台北气象站车到透早测到9.1度的低温，这嘛是日冬以来头一波寒流。今晚到明天清晨，辐射冷却的效应依旧会是非常的明显，所以从温度的低温的分布图上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北部跟宜兰普遍都会来到蓝色，就是普遍会降到大概10度左右的低温。中央气象署提醒，后一波冷空气拜六暗时会到位，估计影响的时间会到后礼拜1透早，强度差不多是大陆冷气团的程度，不过袂像这波这么啊寒。下个礼拜整个礼拜看起来冷空气是比较弱了，要等到再下一周，也就是大概19、20号之后，可能才有机会再有比较强一点的冷空气下来的这个状况。气象专家表示，为预测来看，一直到1月底才会有较强的冷空气到位，提醒民众早暗温差大，要是要穿雨袖。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天气寒，全台湾非创伤性乌卡的人数，逐天拢超过30个人。虽望车公司的原因真复杂，毋是单纯天气引起的。不过，国健署也提醒这温度低，较会引发心血管疾病。尤其伫咧透早5点到6点，暗时8点到9点，是心肌塌甲中风的高风险时段。咱拢想讲天气寒就莫出门，要注意哦。房间若伤冷，车公司的风险就真悬。亲像真侪人是透早赶要落眠床，面罩被显开，接触到冷空气，温度差伤济，血管缩寒，心脏袂堪就危险啊。阁有一种是水啉伤少，血会变较黏较高，这血管就会塌掉咧。要注意这血压若一直升悬，严重的心脏较欠血、欠酸素，就会请公司。所以专家是建议讲，这房间上无就要维持伫咧18度以上，较安全。大家排队领外套，最近天气真寒，尤其是早暗低温拢无超过10度，互人是寒甲死阵。彰化着民间团体启动低温关怀，发外套互寒士，开放临时歇眠服务，互有路无厝的人。即摆早暗温度有较低，咱有一寡心血管疾病的朋友较离外口会较危险。平安站遮15度以下有开放夜间临时安置，会使互一寡有需求的人来遮。天气冷叽叽，也互病院急诊人数增加。根据消防署的统计，这个月逐日拢有将近30人会创伤乌卡，尤其是拜四的人数来到40人。元月6开始，因为天冷，主要有几类的病人有上升，主要是针对于高血压的族群，
以及这些高血压疾病所引发的并发症的病人为主。另外还有一个族群是消化道出血的病人，也有明显的增加。除了乌卡人数增加，消防署嘛提起最近寒流到位，民众窗仔门关收严，用假使热水器洗身躯，或者是炒菜，拢有可能会造成一氧化碳中毒。过车到达，拢总有7人送病院。其实只要有使用到那个瓦斯的状态，氧气不足就会造成燃烧不完全，产生一氧化碳。所以在历年呢，其实也会有少数案件，它就是会有民众呢在家里面可能烧炭取暖，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的事件的案例。消防署也提起，才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的原因，伫咧室内装假使热水器，露台窗仔门无拍开，灶骹无通风，过来就是排气管装唔对，一定爱装白梯仔才是正确的。消防署也提起民众装热水器一定爱请合法的师傅，若是无证照乌白装，上重会当罚5万块，尤其是过年要到啊，真侪民众会煮火锅或者是烧火炉，拢爱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攻击委内瑞拉，佮想要继续伫咧加勒比海发起军事行动。即阵美国联邦参议院就通过决议，想要限制美国总统动武的权力。不过，这案该经过众议院表决总统签名，所以若想要拼过总统的否决权，想要立法，其实来无啥可能。The yeas are 52, the nays are 47. The motion is agreed to. The joint resolution will be placed on the calendar. 赞成限缩总统权力的票数过半，表示共和党镇压这边有人走票，支持民主党议员的看法。其中一位是来自肯塔基州的参议员兰德·保罗，伊也是这项法案的共同提案人之一。This vote's about a real incursion. It's about a real invasion of a foreign country, an invasion of a foreign capital, and a removal of a foreign leader. None of us should want this president or any president taking our sons and daughters to war without notice, consultation, debate, and vote in Congress. 所以来众议院未进行类似表决，不过以此嘛的政治生态来看，被亚多总统否决权所需要的2/3绝对多数，一个差真多。The War Powers Resolution really doesn't have much of a chance of becoming law. President Trump would have to sign it himself, but it is a significant gesture of disapproval for any further attacks against Venezuela. This vote shows how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are trying to push back on some of Trump's ambitions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在逮捕马杜罗红帽了后，美军除了继续伫咧委内瑞拉附近的国际海域强行登上被认为可疑的俄罗斯油轮，川普政府也无排除伫咧墨西哥、加哥伦比亚等国家的境内进行军事行动，打击毒枭，甚至可能用武力加格陵兰提起。对这种可能的所来军事行动，真侪跨党派议员认为应该提回国会对军事行动的决定权，维护宪政体制。另外，伫副总统罗德里格斯代理总统职务了后，委内瑞拉国会宣布大规模释放人权团体所认定的政治犯，这也是几多年来美国对委内瑞拉所提出的要求之一。BBC 认为这是罗德里格斯对美国表示友善的态度。公司新闻齐家林编辑。较早，美国总统 Trump 讲要甲南北自治领土格陵兰买落来，大家听了是拢爱笑。不过，自从美国甲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抓起来了后，Trump 买格陵兰岛这句话绝对唔是讲讲的尔，因为当地军兵真反弹。根据外国媒体 BBC 的报道，Trump 目前是有3种方法：第一用拍的，第二用买的，第三是争取当地民意。即摆就传讲 ，Trump 考虑要普发现金，一个人1万到10万的美金，下台票就是31万到315万，希望用钱互格陵兰人心甘情愿做美国人。在美军独袭入去委内瑞拉，成功掠到美国的总统马杜罗了后，美国总统川普决定提起南北自治领土格陵兰的重要性，而且佫讲无排除要出兵来抢，引发欧洲各国反弹的声音。对这，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伫未来几天和南北首相格陵兰的总理会面。美国副总统范斯嘛强调，欧洲各国应该认真对待川普的言论。Number one. Greenland is really important, not just to America's missile defense, but to the world's missile defense. Number two, we know that there are hostile adversaries that have shown a lot of interest in that particular territory, that particular slice of the world. So what we're asking
our European friends to do is to take the security of that landmass more seriously, because if they're not, the United States is going to have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白宫的官员认为讲，含动用军队比起来，用资金甲格陵兰买倒来方案是较有可能实现。路透社报道，美国的官员是考虑发放予格陵兰人上济大概人10万美金，差不多等于台票316万，来请格陵兰人加入美国。暗算总支出会到美金60亿，差不多台票1900亿。不管是动物，还是用钱甲因成，欧盟内部嘛在讨论相关议题。Of course, the messages that we hear regarding Greenland are extremely concerning, and we have had discussions also among the Europeans. If this is a real threat, and if it is, then what would be our response? 虽然丹麦首相已经加100表态，讲格陵兰属格陵兰的人民，但是格陵兰的反对党领袖布罗贝格发话讲，应该说过丹麦政府直接和美国来对话。This government needs to stop hiding and think they can times just pass by and keep the status quo, because everybody in the world now wants to know what is the Greenlandic position on independence, not being owned by US, not being owned by Denmark. 事实上，格陵兰的定向点党一直拢是上强烈希望格陵兰会当独立的政党。这个政党伫去年选举的时阵，食厝翻倍，摕到8个食厝。虽然可能嘛是无法度变作联合政府之一，但是因毋望会当和美国达成各方协议，寻求签订自由联合协定，来换美国的军事支持和保护，佮会当避免变作美国的领土。公司新闻单视同编译。来关心俄乌战争，罗西亚指控乌克兰轰炸罗西亚总统普京的官舍。为着要报仇，罗西亚嘛去bomb乌克兰的首都基辅，目前上无4个人死亡，19个人受伤。基辅表示有真家厝甲工具受损，死伤的人数真济，甚至有以无人员咧救人的时互崩死。罗西亚政府表示，这个行动用极音速飞弹和无人机，已经成功破坏一寡乌克兰的无人机生产基地甲能源设施。再来看美国的明尼苏达州有移民局的干员执法弹死人。过无24点钟，伫咧奥利公州又搁发生一桩边境执法的枪案，造成2个人受伤。这国土安全部讲干员是为着要自我防卫才会开枪，不过这款讲法民众无法度接受，上街头示威。波特兰警方有封锁线，这几个月来，奥利公州波特兰市原底就是示威抵抗总统川普移民执法风暴的焦点。当一批美国海关边境保卫局 CBP 的干员，车被执行一件由 FBI 主导的案件。伫甲一只车临检的时阵，有一对翁仔某因为技术会合强开枪，驶车的红赛那像是委内瑞拉的乌社会阿拉瓜火车的成员。This is not any way, shape, or form immigration related on our end. 这个事件伫个时间点，互美国社会是真敏感，尤其无到24点钟进前，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市，才刚发生一件移民海关执法局 ICE 的干员，伫行动当中枪杀一个37岁的负责人高调。Now somebody is dead. That's on you, and it's also on you to leave. 连续2件有关移民执法人员枪击的事件，加深州政府甲联邦政府之间紧张的关系。不过，国土安全部讲，明尼苏达州这个互枪杀的负责人是甲轿车当作武器 ，ICE 的干员开枪是为着自我防卫。副总统范斯是公开甲 ICE 相挺，讲因有绝对的法律合辩权，而且讲死者是家己做得来的。伊讲这话袂输是遐长天火刀，引起2个州甲全美国几个所在，包括华府抗议的行动。ICE is tearing us apart. They're making people disappear. They're not following the law. 示威的民众聚集伫明尼苏达州主要的移民法庭附近，甲执法人员爆发真大的冲突，空气当中有催泪甲素插片的化学物质。过程当中有人身体无爽快，转晕落涂骹。所来发生的枪击事件，毋但引起民众的抗议，嘛互联邦敢有执法过当的问题，搁一个成做美国社会争议的焦点。公司新闻洪祖梅编译。伊朗的反政府抗争已经12天啊，政府是真粗残，大规模镇压，切断全国的网络通讯，想要控制言论。根据上新的统计，从冲突到大，上无有45个人死亡。
街路出现大量人潮，民众组织伫西北部的阿阿托拉卡沙尼大道抗议。除了花口号，民众搁烧国旗，表达对即马新冠领导改善的不满。伫流亡美国的末代王储理查巴列维的控领之下，反政府抗争来到第12天，拜四是2礼拜来上大规模的示威。و پنجشنبه 18 و 19 دی ماه را سر ساعت 8 شب همگی چه در خیابان‌ها یا حتی از منازل خودتون شروع به شعار سر دادن بکنید. در نتیجه بازخورد این حرکت‌ها من فراخوان‌های بعدی رو به شما اعلام خواهم کرد. 虽望官方试图用武力驱离，不过示威规模已经拖到全国超过300只。连马是下特定圣城嘛传出激烈的抗争行动。面对愈来愈严峻的政治挑战，伊朗当局采取断网络佮断电话强硬手段。网络自由监测机构 NetBlocks 证实，伊朗陷入全国性的网络黑洞。人权组织 IHR 指出，拜三是抗争开始后上侪人伤亡的一天。安全部队抬至少45个示威者，包括白囡仔，佮有数百人伫镇压中受伤，超过2000人被捕。学者指出，伊朗的政治体制当面临自古无的僵局。This is not just one cleavage. This is not just a Gen Z protest or a bazaar-led protest. It brings together constituencies from across the country, including in provinces that are dominated by ethnic minorities. So it speaks to something quite bigger and perhaps more serious. 伊朗这波示威源自经济困境，已经演变做全国性的主权危机。虽望美国总统川普警告伊朗政府唔通台抗议者，若无会面临严重的后果。不过，伊朗当局犹原无降低镇压强度，伫物价一直大涨，佮怨声抢天的情形之下，伊朗政局当伫一个一触即发的关键。公司新闻电视人朋友。咱台湾已经是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2成，其中台北市的比例上悬，超过24%。若是台湾，包括日本、德国甲意大利，拢是超高龄社会。亚洲的韩国甲新加坡嘛同款，人口老化，劳动力减少。体育朋友斗阵碟耍桌顶的游戏，动脑也会使多时间。台北市大安区瓦郡真侪间大学3年有袂少教职人员住伫遮，加上丰富的公司资源，老大人比例定然是排前几名。根据 WHO 定义，65岁以上老人人口占总人口比率达到7%时，叫做高龄化社会；达到14%时是高龄社会；那达到20%时是叫做超高龄社会。台大的教职员、师大的教职员，还有台电的退休人员都住在这边。我们65岁以上的长辈大概1650几位。台北市艋舺区由开发早，加上青壮年人口选出较侪，老人人数甲独居老人列册数也较悬。以成分率来讲，独居老人座册大约有20人。本里造册的这个独居长者大概20位。那现在就是说，我们谈到准独居或者是他是真正独居的状况的话，那可能是要2倍或3倍以上，看看他有没有什么第一个送餐需求，第二个有没有就医的需求。根据内政部统计，以全台县市别来看，65岁以上人口比率上悬的是台北市的24.18%，上低是新竹县的15.08%。地下市部分，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超过20%的地下市占一半。全球高雄市20.79%，台南市20.48%，新北市19.95%，台中市17.40%，桃园市是16.72%。针对高龄化的社会，台北市将持续积极布建日照中心，还有关怀据点，尤其是在偏远的地区或是长者集中的区域。伫全球已经有侪国建立超高龄社会，亲像日本、德国、意大利这国家是早期代表。台湾也伫2005年正式进入。亚洲国家也有南韩甲新加坡，也拢面临劳动力减少、扶养的比率增加、医疗长期照护的需求急速上升，这共同挑战。记者综合报道。老岁仔嘛会当用新科技。来看美国有安养院引进 VR， 互即寡老大人有法度回想过去，嘛去到全世界冒险。若生活变丰富，这身体退化速度也放慢啊。这个时代，我目镜世界看，笑甲真欢喜。
这是美国加州一间安养院，真侪年老的住户当咧看 VR 影片，一间 VR 公司的创办人发现，家己住伫安养院的阿嬷因为生活无聊，交袂着朋友，虽然大影响到心理健康和认知功能愈见退化，所以想要透过 VR 的方式，和长辈亲像是去到世界各地游览，生活搁较精彩。They're allowed to go on hot air balloon rides, take a walking tour of Paris. They get to go back to their childhood home. They do these experiences that are real and are exciting and joyful. And because they do them together, research shows that it actually helps build friendships in later stages of adulthood. 已经有研究指出，和侪伙人欣赏 VR 影片会当强化认知功能，佮会当改善因甲厝邻的人以及其他住户的关系。所以美国卫生研究院开450万美金来赞助 VR 伫老人心理健康的应用。And I think it really sort of unlocks an area of their brain that allows them to communicate, a little bit more smoothly and a little bit more back and forth, because they're in the moment and you're sharing, that experience. So it's been great. 这位老先生少年的时真爱大自然，捌伫国家公园露营。即马虽然因为失智症无法度讲话，不过透过 VR 可以倒转去耍一觉，也是会咪咪啊笑。Well, he seemed to be really enjoying it. He can't speak, so it's difficult for him to tell me what he's really thinking, but he seemed to be quite engaged with it. And I know it's always interesting to visit places where you've been. 将 VR 应用伫个社会人的身上，唔但互因感觉趣味，嘛大大提升因的生活品质。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美国太空总署 NASA 伫个国际太空站有一组4个人的太空人，本来2月就要返来地球。不过，其中1个人身体无爽快，规组都要提早返来。这也是国际太空站25天来头一届因为医疗因素紧急撤离。The happiest of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happy New Year. 伫国际太空站 Crew 11小组的4名太空人，伫平安暝迄天向地球表达祝福。4名组员伫2025年8月出发到国际太空站，原本有计是伫2月回航，不过因为其中1个人的身体出现各样，任务被迫来缩短。有计上紧几天内就坐 SpaceX 的飞龙混进号返来地球。Yesterday, January 7th, a single crew member on board the station experienced a medical situation and is now stable. 2025年底才出任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署长的艾萨克曼，一上任就拄到一名太空任务的太空人出现医疗状况的事件。NASA 基于个人私密理由，并无提供这个太空人个人资料甲病情，敢若讲这太空人情况稳定，也毋过后续必要的专业诊断抑个治疗，必须返来到地面才有法度完成。And in this particular incident, that the medical incident was sufficient enough that we were concerned about the astronaut, that we would like to complete that workup. And the best way to complete that workup is on the ground, where we have the full suite of medical testing hardware. 这是国际太空站实验室运作25年以来头一摆因为医疗因素进行的紧急撤离行动。也若今年头一场原定由美国太空人芬克也有卡德曼执行的太空漫步任务也因此取消。太空人一般伫国际太空站的进行为期6到8个月任务，站内配备有基本医疗设备甲药物，应应变紧急情况。NASA 真罕的决定予太空组员赶紧回航，可见代志不哩严重。Crew 11小组由美国、日本加俄罗斯太空人组成，将国际太空站留守的3名太空人会继续执行任务。NASA 也计划予下一组的太空人来接续任务，将有计是伫2月中出发。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蓝怡芝。后礼拜一同这个时间，咱再会。